政治受难者倡议真久，希望甲5月19设做白色恐怖记忆日。今仔日行政院宣布，已经确定5月19这天是白色恐怖记忆日，敢若纪念无被放假。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到这威权统治的时间、国家暴力侵害人权，同理这受难者的遭遇，也要提醒这执政者唔通搁再犯错。当初倡议的团体也表示肯定。即嘛有228纪念日嘛，但是咱需要一个白色恐怖纪念日，甲即个遮尔长整个社会受害的这段时期，咱有一个记忆日。长期关心转型正义的王美秀，为去年9月开始倡议白色恐怖记忆日，依靠一定民间团体、政治受害者、学者斗阵游说政府。今年3月，佮参总统蔡英文见面，总算拜示行政议会宣布，当年的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。如果没有一个记忆日或纪念日来帮助台湾人民记忆，并且深切反省这个对社会影响这么深远的历史伤痕，将会是政府在推动转型正义工程方面功亏一篑的大缺憾。519宣布戒严，伊是为520的凌晨开始实施戒严，整个社会甲所有的人的自由，为迄天开始被冻结起来。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纪念历史无放假。后个月519就要到，行政院也请文化部参国机关办相关教育文化活动。我跟他讲，许习图不见了，也到底有没有被枪决等等都不知道。后礼拜民间团体也办白色恐怖影展，以电影反省历史，会当互咱的历史的记忆，会当进入到全国各地，进入到我们的土地，进入到我们的社会，进入到我们的校园，进入到我们人民的记忆里。王美秀讲，未来希望参文化部合作，甲白色恐怖记忆在地化。伫519迄天，串联各地的文史团体，伫全台每一个市讲在地的白色恐怖历史，期待变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。记者郭不根林玉凯台北报道。